咱来关心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，头届出国访问，伊今仔日出发要去访问3个友邦，包括马绍尔群岛、图瓦卢、加帛琉，嘛经过美国夏威夷。就是咱总统出国访问即天，美国嘛宣布新的对台军售案，要卖价值美金3亿8500万的武器系统，予咱台湾。对镜头的笑，总统赖清德任内头一摆出访，30天开7天6暝，欢迎南岛智慧英雄之路。出发进前发表谈话，赖总统首先先感谢美国，秉持安全尊严、舒适便利的原则，让出访顺利成行。也讲这摆要落实智慧英雄、民主英雄、邦谊英雄这3大目标。这3个友邦都和台湾共享南岛文化，情同家人，民主、和平、繁荣。是国人的期待，也是我身为总统必须要积极去推展的价值。赖总统强调，这摆出访开创价值外交新时代，让世界看到台湾，唔但是民主批判，也是促进繁荣稳定关键的力量。陪同出访的包含总统府秘书长黄明安、外交部长林佳龙、海委会主委关佩玲这重要官员。总赖清德上任后的首次出访将拜访南太平洋3友邦，不过从随行专机上的荧幕可以看到，赖总统第一站将过境美国夏威夷，接下来也会过境美国关岛。因此呢，美方接机的规格以及赖总统会见的层级是否能有所突破，备受各界关注。赖总统在华航专机出访，会连续访问马绍尔群岛、图瓦卢、加帛琉，机场运务也有祝出访成功。就伫赖总统出访同一天，美国也宣布维护台湾总价值大约3亿8500万美金的 F-16型机，后为关键性器材加 AESA 雷达后勤支援加建设科技通讯系统，要求维持2案。总统府表示感谢，外交部回应美方继续实践对台湾军售常态化政策。台美双方会持续的巩固安全伙伴的关系。共同维护台海以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。这是拜登政府第18摆对台军售，对着提升 F-16V 的套现率有帮助。国防部30日发布，查到18架次强机，其中7架次切换中线，加上7架强艦，1架公务船侵了台湾，加2架空飘的机进入咱防空识别区。外界烦恼强军增加侵了，是不是对台发动军演的征兆？这些气象气球对这个温度、梯度还有高空风。也就是我们讲的喷射气流都在做收集，这就是战场情报收集的一种手段，是留意他战场经营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。张燕婷认为，政必须要注意强军伫台海情报收集进行战场经营到什么款的程度，国军袂使输对方，必须要落实反情报作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